Hello，大家好，又嚟到靚太嘅韓國連線現場啦！今日咧又同大家咧翻嚟 Ada 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 Ada 嘅款式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係介紹一系列嘅 Ada 羽絨。咁啊，大家知道咧 Ada 呢個品牌嘅話咧係非常出名嘅，大家可以見到。噔噔噔噔，我哋今日喺 Ada 嘅韓國免稅店現場啊，同大家介紹一系列嘅女仔款啦，亦都有中性男仔都着到嘅羽絨款式，有羽絨嘅，亦都會有棉服款啦，或者大家唔同外套款嘅。不如衣絨啊？係啦，有少量衛衣袋款同埋帽款、馬甲款咯，少啲，主要都係羽絨款式，主要羽絨款嘅係大家。咁今日我哋而家喺韓國嘅免稅店 Ada 現場同大家做直播㗎嚇，咁亦都有靚太介紹嘅靚款式。咁上次咧開團咧 Ada 咧已經好多朋友仔支持咗，多謝大家支持。不過咧大家都知道咧 Ada 去貨去得好快，咁上次咧同大家做代購咧有好多款式都同大家訂咗㗎啦。咁但係如果冇貨嗰啲款式嘅話咧，即係最後店長通知我哋咧係訂唔到貨嘅款式嘅話咧，咁我哋都陸續都有通知大家㗎啦嚇，所以大家記得留意住你嘅呢個 email 或者 WhatsApp 通知，係啦，冇貨啲都通知咗你哋㗎啦。咁咧，所以大家留意翻啦 ，Ada 現場免稅店。咁我哋今日嘅話咧，我哋 Ada 嘅話咧都係有折扣碼送翻俾你哋㗎嚇。我哋大約咧用個零鐘頭咧同大家介紹一系列嘅靚款，咁亦都係啦，性價比好高，絕對平過你自己親自過嚟韓國買。因為講緊咧 Ada 嘅話咧，本身佢嘅價錢咧係比較偏貴啲㗎，同我哋香港專門店嘅國家地理一樣咧，都係平時要成2000幾啊、3000啊、4000、5000一件羽絨，但係今日嘅話咧，我哋低至咧係有啲係可能係1000蚊鬆少少就有啦。正如我身上面呢件羽絨咧，都係千零蚊咋，1000鬆咋嚇。咁仲有好多唔同靚嘅顏色款式同大家介紹啦，有短款、有長款、有薄款、有厚款、有女仔款，亦都有中性款式同大家介紹嘅。咁今日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折扣碼送翻俾大家㗎嚇。大家咧可以留言 Ada。EIDER 留言 Ada 攞咗個折扣碼先，可以留言深深 like 公開分享，深深 like 公開分享。留言咗 Ada EIDER 嘅朋友仔咧，你 inbox 咧就會收到個折扣碼㗎啦。憑折扣碼下單嘅話，我哋今日所有 Ada 嘅款式，同埋我哋所有韓國連線嘅衫褲鞋襪款式咧，都可以減30蚊。係啦，買滿3件減30蚊，買滿5件咧就包 free shipping 㗎啦。無論買滿3件定係買滿5件嗰度啦，都係可以 mix 埋牌子嘅。mix 牌子咧夾埋一齊咧去做呢一個減30蚊同埋 free shipping 係可以㗎，大家可以照 mix 牌子，所以大家記得留言 Ada EIDER 攞咗個折扣碼先啦嚇，因為攞咗折扣碼下單咧就會平好多㗎啦。咁今日咧我哋免稅店嘅話咧，亦都係如果大家想新年前收到羽絨嘅話，如果大家想新年前收到呢個 Ada 羽絨咧，今次咧就係我哋最後一團嚟㗎啦。最後一團，大家可以新年前收到羽絨，因為如果等靚太咧1月再翻嚟再做直播嘅話咧，1月嘅話就趕唔切新年前收到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 Ada 嘅話咧，佢本身就太爆單啦，非常爆單。咁上次大家11月有睇到靚太開團，10月啊有睇到靚太開團嘅朋友仔你都知道㗎啦嚇。Ada 嘅話咧，佢嚟翻貨會比較慢少少㗎，特別係免稅店，因為我哋折扣優惠係非常大，絕對正貨信心保證㗎啦。但係因為咧講緊就算新款啊，2025年嘅新款咧，佢個價錢都比你喺明洞嘅旗艦店買嘅價錢係會平一大橛。講緊你可能喺明洞專門店買緊3000幾蚊，我哋呢度係千零蚊，有啲可能2000零蚊，全部折扣係好大力度減價，所以佢哋去貨去得好快，庫存唔多，去貨去得超快，補貨亦都時間會比較慢嘅，同埋我哋唔能夠 guarantee 佢幾時到貨，唔能夠 guarantee 嘅。咁上次直播都有同大家解釋過 Ada 嘅情況，如果你哋 OK 佛系收貨嘅話咧，你就可以買 Ada， 可以買 Ada。咁同埋咧，你就算下一訂單嘅話咧，都唔一定有貨㗎。先講明，我哋都要等咧。我哋呢度佢嘅做法咧係比較得意啲嘅，對比其他品牌。Ada 嘅做法咧係你下咗訂單之後啦，我哋就會同呢個店長去申請訂貨。申請訂貨，咁睇下佢冇現貨喺度，但係咧基本上大部分佢哋都係冇現貨喺度㗎啦，因為一到冬天咧去晒，正常係都要調貨。如果佢哋倉入邊咧有貨咧，調貨咧大約係10日左右，10日左右通知我哋有冇貨，唔係10日左右到貨喎，係10日左右通知我哋有冇貨可以調到過嚟。咁調貨嘅話咧，大約 within 係1個月至個半月或以上，或至2個月嘅。所以今次咧大家預翻我哋12月開團嘅話咧，你預翻佢有
貨嘅情況下係新年前收貨，新年前收貨啦，我預鬆咗啲貨期嘅新年前，係啦，咁 Mandy 說啊，預鬆咗啲貨期嘅，預翻係新年前收貨，新年前收貨啦嚇。咁如果萬一訂咗貨之後，可能 let's say 隔咗10零日啦，跟住呢邊店長通知翻係冇貨訂唔到咧，我哋會盡快通知大家，啦，因為其實有時候可能店長佢哋都唔知嘅，要等總公司嗰邊去通知嘅。有時候可能 maybe 等到半個月，佢突然間話缺貨調唔到嘅，都有機會有可能發生嘅嚇。所以啲 Ada 咧真係大家心態要佛系收貨，佛系訂貨，佛系收貨啦嚇。唔係靚太唔想同大家訂，但係因為真係好平一大橛，講緊新款佢嘅價錢可以同專門店講緊旗艦店個差價差一半嘅，你可想而知，有時候真係冇辦法，價錢行先佢咁平，大家就要呢個位就唯有大家真係將就一下啦嚇，因為靚太都冇辦法去控制到，靚太都係要等呢一個佢哋總公司去批貨落嚟，總公司去安排啲貨落嚟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度佢貨期咧，佢就會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咯，係啊，比較尷尬情況出現就係你哋可能要等得耐少少啦。新年前收貨，當然啦，有早到會提早出，同埋佢出貨咧唔係一次過出嘅，佢哋會牙膏式出貨嘅，即係邊啲到咗就邊啲出貨先，就翻香港先。咁所以啦，出貨嘅話咧，我哋唔能夠控制佢幾號可以到香港，我都想去早到，但係盡量安排大家新年前到貨，好冇？盡量安排新年前到貨啦嚇，希望可以搣到呢個期俾大家。所以1月我都唔夠膽做，1月咧我都驚佢個期會甩得犀利啊嚇。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新年前收到貨，農曆新年前收到嘅話，就盡快跟我哋今次嘅12月呢團啦，大家好冇？因為真係太鬼影電環球啦，呢個 Ada 啲庫存，但係真係好靚，質素好好，所以希望大家你哋中意嘅都唔好錯過最後一次機會，因為錯過咗一次機會嘅話咧，我又要等下年㗎啦。等到即係嚟緊呢個2026年嘅冬天先至會再有㗎啦嚇，咁大家同埋啲所有款式咧都係質素高、輕身、舒服，同埋係好保暖嘅款式都好靚嘅，大家係長興百搭嘅，就算你着幾年都唔會過時嘅款嚟㗎嚇。講緊全部都係正價，即係全部都係新款嚟嘅，全部都新款，唔係過貴款㗎嚇，全部原價都貴好多。今次而家係免稅店，全部都有extra 嘅 special discount 優惠，但係留意翻啦，頭先有講過嘅限時限量。超限量，所以大家中意嘅盡快下單，啦！因為我哋今日做嘅款式咧係今日查過有庫存嘅，仲有庫存嘅，但係佢庫存每日都會有變動㗎，咁所以變咗，如果可能當你下個禮拜先買嘅，可能已經冇貨訂唔到㗎啦嚇，所以大家留意翻，建議你中意嘅盡早下單啦 ，OK 好冇？咁我哋每個款式嘅話咧都會講個關鍵字嘅，大家中意個款式嘅話咧就要留言關鍵字，跟住你 inbox 咧就會收到直接訂購連結㗎啦 ，click 入去可以睇到details 嘅相片啦。上身圖片啦、官網圖片啦，同埋 size details。如果大家想知道你買個尺碼 cm 幾多乘幾多 cm 嘅話咧，你可以直接留言嗰個款式嘅關鍵字，跟住你 inbox 咧收到個直接訂購連結，click 入去睇到相，拉低啲就見到 size 表㗎啦。幾多 cm 乘幾多㗎啦嚇，咁你直接上官網睇啦，大家。Hello 阿 May，Hello 大家好，係啦，咁大家啦我哋而家正式開始我哋今場直播㗎啦。我知道啲朋友仔未放工嘅，唔緊要，你可以啦，照留言關鍵字 Ada EIDER 攞咗一個折扣碼先，記得下單用埋折扣碼會抵好多。所有韓國連線品牌 mix 埋3件都係呢個可以減30蚊，跟住 mix 埋5件就包你 free shipping 㗎嚇，睇先。改咗 size 之後嘅話咧，就應該會快到貨啲㗎啦。因為改咗 size 之後咧，我哋通知翻店長呢邊，佢哋就嗰邊去調貨翻落嚟，就應該如無意外，希望可以12月底至1月初收到。如無意外啊嚇，因為佢 Ada 真係慢啲嘅，大家希望你見諒啊，朋友仔。Ada 咧唔係靚太，唔想同大家快，所以咧 Ada 朋友仔，如果到時你訂咗冇貨，或者可能要轉 size，或者轉顏色，甚至乎係冇貨要退款啊等等，希望大家唔好怪責靚太，因為 Ada 咧佢哋真係個變數好大，我盡量幫大家訂。本來我都想唔做㗎啦，因為 Ada 實在真係太多麻煩嘢啦 Ada， 但係有好多朋友仔都好中意咧，所以我哋盡量幫大家安排，好冇？希望大家見諒啊嚇，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啊。如果大家有咩做得唔夠好嘅，係啦，或者真係佢哋突然間缺貨啊，或者要改顏色、改 size， 希望大家見諒，好冇？係啦，今日凍咗好多，係咪啊？着住咗羽絨啦嘛，係啊，有啲朋友仔已經陸續收到。我哋有啲唔同嘅羽絨品牌啦，咁有部分嘅 Ada， 跟住有國家地理啦、Discovery 咧都陸續到咗香港㗎啦，大家陸續都會收到。同埋咧，因為我都有講過，上個禮拜我哋係轉咗倉嘅，轉咗第三方物流公司幫我哋出貨，咁咧大家咧有一大批羽絨，我哋差唔多成有幾多箱啊？60幾70大箱。
去到咁高咁大嘅箱嘅羽絨咧，都已經係陸續到香港，陸續出緊貨㗎啦嚇，大家陸續出貨，所以大家咧嚟緊12月咧都陸續會收到啲唔同嘅貨品，包括羽絨啦，包括 Hatchers 啦，包括 Skincare 啦 ，VT 就下個禮拜都會陸續你會收到㗎啦嚇，好冇？多謝大家 ，Hello， 大家好，Amy，Hello， 大家好，係啦，大家好，記得啦，留言 Ada 攞咗折扣碼先，攞咗折扣碼。如果朋友仔仲翻緊工嘅，未得閒睇住嘅，唔緊要，重播繼續留言都 OK。不過記得限時限量，係啦，中意嘅盡快搶，因為過咗時間咧，就每日庫存唔同啊，會變動㗎嚇。今日收到 Discovery 同國家地理，多謝你，多謝 Moon，係朋友仔，你哋會陸續收到㗎啦，陸續會收到貨㗎啦嚇。同埋香港咧天氣都凍咗好多，我都知道啊。嗰啲溫差咧突然間變化得好大，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身體啊嚇，要保暖，夠保暖啊，保重身體，着住新羽絨就夠晒暖啦，係咪先？係啦，你哋會陸續收到啦，放心。好啦，我哋開始我哋正式直播啦，大家留言 Ada 啦嚇，先介紹我哋一款棉服先啦，因為我哋今日除咗羽絨之外咧，香港天氣有啲朋友仔中意，可能有時候唔係咁凍嘅時候着棉服嘅，我哋都有個特價款，嘅嚇。好嚟啦，妹妹嚟啦嚇，睇睇先，哇好頭啊，等先。我唞後軟，係啦，咁啊，大家睇翻啦，呢個棉服款嚟嘅，新翻棉服款，大家，咁呢個棉服款都抵玩喎，大家，棉服嚟嘅，咁如果香港天氣着嘅話咧，你唔係太過分凍嘅時候咧，你都 OK 㗎呢個棉服款，咁呢款棉服款咧做翻零格型、零格嘅款式嚟嘅，咁棉服咧佢唔會太薄㗎，唔會過分薄，但係咧佢係中薄厚度啦。中薄厚度咁但係咧，如果香港天氣，你可能覺得佢係中厚度㗎啦，大家呢一個就 ER006 記得咧，中意邊個款式都係留言關鍵碼之後咧 ，inbox 咧就會收到直接訂購連結㗎啦。click 入去睇到上身圖片同埋睇到 size details 㗎嚇 ，size details 入邊一個拉鏈格啦，一個內格，下邊咧係彈性邊嘅嚇。妹妹着住 S 碼上身效果。連埋頂帽係拆唔走㗎嚇 ，S 碼上身效果。咁你望一望啦，手袖位置咧彈性邊嘅都係，然後咧我哋心口嘅位置咧收上去 Ada logo， 成個咧就好似風衣面料咧啲爽身面料嚟㗎，大家呢個咧係一個拉鏈開連埋頂帽嘅。如果我着咧，我都係着 S 碼就得啦。靚太身形着 S 碼都 OK 㗎啦。妹妹咧佢係163 cm 高度50 kg，163 cm 高度50 kg 嘅嚇，大家可以望到呢個碌粉色咧幾靚着出嚟個效果。係啦，另外咧我哋仲有個卡其色。仲有卡其色嚇，側邊咧係啪啪袋，入邊做翻家用㗎兩邊，然後咧內側位置咧仲有一個拉鏈袋，一個拉鏈內格喺翻度㗎嚇，中等厚度 ER006 中至薄厚度啦。ER006 棉服款啊嚇，女仔款嚟嘅，兩隻色，688蚊一特價，原價千幾蚊嘅，大家新款嚟嘅喎，最新款啊嚇，原價千幾蚊，我哋而家只需要688 S 到 XL ER006 啊嚇，好下一個，大家留意翻啊，中意嘅真係盡快搶，因為啲新款咧特別係咧碼數要做比較足嘅款式咧，你真係去得好快嘅。去得超級快，同埋嚟緊咧韓國係聖誕節啊，所以佢哋去貨更加快。大家真係，如果你想新年前收到靚貨嘅，即係我講緊有早到嘅提早出啦。因為有啲朋友仔你都知道㗎啦，無論任何品牌都係嘅 ，Discovery 又係啦，國家地理都係啦，其他任何羽絨品牌都係，佢哋都係牙膏式出貨㗎，佢唔會一次過出俾我嘅。所以出貨嘅，佢有邊啲貨有現貨嘅，我哋就早到香港。所以咧，你有時候睇我 website 個日期咧，我係遇到最鬆嘅。我 website 嘅到貨日期，大家留意翻，我係遇到最鬆，即係遇到最遲嘅情況。但有機會其實你會早收到㗎。正如我哋今次國家地理啲貨，我都本身我係預咗12月底或者1月先收貨，但係有啲朋友仔而家已經收到貨，一樣咁嘅道理啊嚇。所以有早到會提早出，如果佢真係要延遲 delay 嘅，就遇到最鬆嘅時間，大家佛系收貨好冇？先花灑頭好用，係呀，個花灑頭我係全港獨家㗎，先講明個花灑頭咧，嗰個天王花灑，同埋其實佢仲有個廚房系列㗎，廚房個水龍頭系列。超好用，你唔好睇佢簡單，我喺迪士尼揾翻嚟嘅。其實你知唔知其實個淵源係咧？我嗰時候咧，而家個迪士尼已經轉咗款啦。我以前喺香港個迪士尼去住個酒店啦，跟住咧我見到花灑好舒服喎，咁我冇得偷翻屋企噶嘛，我就上網 search 下個品牌啦，邊度可以買到自己屋企用啦。佢又特別係加水壓，佢有個加水壓效果咧係好正，好舒服，好似啲沖涼 SPA 效果。你哋記得買新年換新花灑，有現貨，你哋可以上我哋官網揾天王花灑。天王花灑我係全香港獨家㗎，因為佢係冇得公開零售㗎，佢係做批發，主要批俾啲5星級酒店，全世界5星級酒店，所以我係好辛苦同大家傾到係靚太全港獨家零售款嚟㗎嚇，所以大家記得
記得，所以咧多謝你啊，多謝你中意個花灑。好多朋友仔其實我冇出 post 冇宣傳㗎，都已經好多朋友仔中意個花灑係咪？好啦，我哋繼續講翻，但係好正，只不過我唔記得帶嚟韓國，應該帶嚟韓國先啱。我而家韓國花灑好渣。好啦，跟住下一個款啦嚇，呢個款啦我哋亦都係啦，性價比好高，鵝絨羽絨，鵝絨羽絨唔使1000蚊啊，大家呢個中性款嚟嘅，中性款 S 到 XL，S 到 XL 兩隻顏色啊，大家睇下啦，3隻色。3個色嘅嚇，首先睇呢個啦，我哋黑撞橙鮮橙色啊嚇，收上去嘅 Ada logo 啦，同埋個名喺翻度啦。這個不是嗎？哦，兩隻色 ，sorry， 兩隻色啊嚇，跟住側邊咧係拉鏈袋，入邊做翻家用嘅，但係輕身輕身嘅中等厚度，黏貼位啦，黏貼嘅橡筋頭啦，呢度睇翻做翻個企領嘅，冇帽㗎嚇，入邊咧係做咗毛毛嘅。毛毛邊保暖嘅嚇，我哋望一望先，入邊一個拉鏈內格啦，呢邊冇內格，下擺位置係索翻緊，將卜卜空氣感嘅大家，兩側都係拉鏈袋，入邊再加翻用嘅嚇，睇下正面先啦，妹妹着住 S 碼，後面如果我同妹妹身形咧都係着 S 碼就 OK 啦，後面仲有個 logo 收上去㗎呢一個，咁除咗呢個啦橙黑色對撞色之外啦，我哋仲有個白色撞黑，白撞黑㗎，大家睇下，等一下，等陣我睇睇位先，有啲逼。等先啊，我拉低少少先，大家睇得清楚啲。OK， 係啦，兩隻色嘅呢個，咁呢個底玩大家超級特價款，講緊原價2000幾蚊，而家低至半價998 S 到 XXL，S 到 XXL 男女同款，妹妹着緊 S 碼，小曹嘅話差唔多小曹身形咧着 XL。小曹身形着 XL 啊，大家留意翻啦嚇。ER005 鵝絨羽絨啊，大家998蚊啫，兩隻色中性款，好，繼續下一個。係啦，大家中意嘅話留言關鍵字 Hello Ashley，Hello Ashley。下一個我身上面呢一個靚啊，大家都知道靚太咧唔靚嗰件唔着上身嘅係咪先？呢件嘅話超輕身，鴨絨羽絨嚟嘅，鴨絨羽絨，但係我好中意咧，佢毛毛邊啊，大家睇下軟身羊羔毛邊，佢呢個咧佢有兩種着法嘅。首先你可以好似我咁樣啦，我着住 S 碼上身，但係我着 S 碼有鬆㗎，所以大家買 S 碼朋友仔，如果好似靚太身形啦，我係160高度啦，57 kg， 有肚腩闊盤骨 L size 盤骨啊嚇，你見到我都有鬆度，佢下擺位置咧係可以再有橡筋索翻緊佢嘅，索翻緊束翻緊啦，令到佢冇咁容易入風啦。兩側嘅話你望下，兩側咧佢啪啪扣袋入邊做翻家用，但係圍翻羊羔毛邊嘅，圍羊羔毛邊嘅，做翻一個滑身好舒服、軟綿綿空氣感膨脹感嘅呢一個鴨絨羽絨，但係超輕身啊！最緊要你望下啦，我好中意佢拼毛毛邊，側邊拼毛毛邊啦。其實反就唔係啪啪扣袋嚟嘅，變家用。然後咧佢係拉鏈啦，再把啪啪扣，拉鏈再加啪啪扣嘅款，個領係拆唔走嘅，個領咧係毛毛邊嘅，都係彈軟熟舒服毛毛邊。手袖位置最可愛就係呢個手袖呢個位，咁呢個位咧，如果你唔中意毛毛邊啊，或者食嘢驚整污糟嘅話，你反翻落嚟，反翻落嚟就長啲啦，大家。所以咧你可以反落嚟㗎，反落嚟咁樣襯都露到個毛毛邊出嚟㗎，個效果係咁樣嘅，反翻落嚟。咁所以睇翻你自己中意點樣襯啦，反落嚟包住半隻手啦，或者你唔中意成個毛毛邊嘅，你少少毛毛邊，小邊又得，反晒成個再反多啲，反到最盡又得。咁樣，所以睇翻你自己中意反得幾多，自己去決定啦。但成個超輕身，好舒服，中等厚度啊，佢又唔係話勁厚嗰隻，但係咧你叫如果香港叫中咯，但韓國嘅話叫中至薄啦，中至薄厚度。但係香港天氣完全 O K 㗎，香港天氣放心，你而家咁凍咧10度左右着你都可以 O K 冇問題。你見到個長度咧唔會太長㗎，佢去到盤骨位置，盤骨冚褲頭嘅款嚟㗎啦。你望下側面、後面。成個款式 OK 成個領呢個超抵玩，因為原價咧都係2000尾嘅，原價2000尾嘅，貼住。睇埋妹妹着埋另外一隻色先我身上面咧着住粉紅色，超靚嘅呢個粉紅色啦，粉紅撞白大家 Hello 新 Hello 另外仲有妹妹撞嘅黑白色，妹妹都係着住 S 碼上身，所以睇下我同妹妹都係着 S 碼上身效果。S 碼上身效果啦，所以其實着出嚟完全冇問題喎。手就睇中意攝短、攝闊即係攝窄啲、攝闊啲都完全 OK 㗎嚇。兩隻顏色超靚啊！呢個款，呢個好 lady 嘅溫柔款，你襯牛仔褲啦，或者你襯裙啦，都完全冇問題。好似妹妹咁樣咧，黑白色咧翻工着都得喎，大家。黑白色嘅襯翻工着都一樣咁好睇。除咗我哋兩個色之外啦，仲有唔記得講漏咗樣嘢添。手袖位置係有個光澤感嘅 logo。光澤感嘅品牌 logo， 我手呢度都有，佢 logo 係側邊㗎啦，喺側邊㗎嚇，後面有嘛？後面冇 logo 嘅，大家留意翻。我哋望下入邊啦，
佢呢一個嘅話咧係啪啪扣再加拉鏈，入邊咧一個拉鏈格。呢邊就冇格數啦嚇，下擺位置喺可以索緊嘅，脹卜卜嘅嚇，空氣感超輕身嘅款式。除咗黑色啦，黑撞白，我哋仲有一個淺卡其撞白，呢個色都好溫柔春意實。叫妹妹着埋上身睇下 size， 睇下啦嚇，呢個款咧原價咧係講緊咧2000幾嘅。2000幾蚊㗎嚇，但都係今年新款，今年新款嚟嘅，而家只需要1398 Ada 新款啊！大家最靚嘅特別款式啊，輕身好舒服，我着 S 碼都完全冇局促感，唔會斑斑緊，係勁輕勁舒服㗎嚇。ER001 ER001 鴨絨羽絨 ER001 㗎嚇，1398蚊 S 到 XL 個款，強烈推介大家呢款真係超靚。S 到 XL 啊嚇，大家size 嘅話咧，如果同我差唔多身形，你揀 S 碼入邊着厚少少都得啦，入邊可以着厚少少噶啦嚇。所以嘅話咧，揀我同妹妹都係着 S 碼上身，佢頭先黑色、粉色都係 S 碼嘅。ER001 睇下妹妹着上身，仲有呢一個M size 上身，呢隻色都好溫柔啊，大家好仙女、好溫柔嘅顏色啊，都係你見佢着翻咧襯翻淺色牛仔褲都好好睇啊！成件係非常靚嘅款式嚟嘅嚇，所以我哋一共3隻顏色嘅，一共3隻色，3隻色都超靚啊！睇翻你自己中意邊隻色啦嚇。ER001，如果呢兩隻色咧，卡其同埋呢個黑色咧，翻工都可以啱襯到。ER001 㗎嚇，1398蚊，原價係2000幾以上㗎嚇。S 到 XL 新款抵玩大家。好啦，跟住我哋繼續啦，下一個款式啦嚇。呢個係女仔款嚟喎 ，by the way， 女仔款嚟㗎嚇。下一個款嚟啦喂，如果你張相中意咧，叫做嗰啲叫做簡單啲，叫做你係恆常啲都可以着到嘅 ，casual 又得，翻工又得，斯文都得嘅話咧，呢個啱大家啦。呢個係中性款嚟嘅，大家，但係又係超特價啦嚇，鴨絨羽絨超特價款，講緊原價都接近2000嘅，而家只需要888，所以點解我話咧？雖然佢真係貨期比較叫做要佛系收貨，貨期比較叫做唔穩定，但係佢價錢真係好抵。That's why 點解全世界都搶？點解咁缺貨咁難去訂貨就係咁解啦，大家888蚊咋，原價要過2000㗎，而家只需要888蚊。M 到3個 XL，男女同款，鴨絨羽絨薄羽絨啊！香港天氣着嘅機會率都多啲，呢個都係，呢件都係㗎嚇。好啦，睇下妹妹着上身嘅效果啦，佢着住個米白色 L 碼上身效果。米白色㗎嚇，你可以望到啦呢個咧米白色咧撞翻咧有少少咧好似咧卡其啡嘅感覺嘅個 logo 啦，收上去嘅，做翻個企領仔企領嘅，側邊嘅話啪啪扣入邊係做翻家用嘅袋嚟㗎嚇，咁咧係橫間款啦，呢一個排骨款啦，黏貼嘅，後面咧彈性邊啊嚇，我哋摸 L 碼嘅話咧冚過晒盤骨同 pat pat 㗎啦。冚過啦 L 碼個效果，咁睇翻你自己身形揀翻啦，同埋側邊呢度咧都仲有個 Ada 嘅 tag 喺度噶，有個 Ada 嘅名嘅 tag 喺翻度噶嚇。我哋睇下入邊啦，入邊呢度呢個冇內格，入邊係冇內格個款式嚟喎。不過咧下擺位置咧係彈性邊嘅。你留意翻啦，佢呢個咧薄羽絨咧唔係最薄嗰啲款嚟㗎，唔係薄到紙㗎。香港天氣 OK 㗎，大家見唔見到啊？有厚度㗎，有填充㗎 ，OK 好冇？好啦，我哋除咗個米白色之外啦，我哋仲有卡其色。中性款嚟㗎嚇，卡其色，然後呢一個軍綠色。小曹着咩 size？你穿什麼 size 的？有沒有 XL 試一下？你直接把那個衛衣脫下來吧，試一下。等等叫小曹即刻試。你去那邊？好啦我叫小曹試下先啊，妹等等啦嚇。咁呢一個嘅話咧3隻色嘅，有米白色啦，跟住有軍綠色啦，卡其色小曹會試 XL 試一試嚇。ER012 嘅呢個款888隻字需要，888鴨絨羽絨，仲要係輕身舒服，唔係好薄嘅，即係唔係過分薄紙咁薄嗰款嚟㗎。香港天氣着個機會咧係好大，你冬天、春天你都可以着住佢，啦嚇，或者你去旅行啦，有時候看啦，挺好看你穿這個，我說真的。只會送給你，滾！你睇下，我好似小曹咁樣咧，佢着翻個小樽領啦，白色襯翻，喂，好睇喎！小曹身形嘅咧175 cm 高度啦，60 kg 左右啦。你見到佢嘅大約高度嘅話咧，佢着出嚟咧係冚過晒盤骨㗎啦，過晒盤骨手就望一望啦，佢着住 XL 上身，XL 上身膊頭位完全冇問題。好，後面人看，你睇啦 pat pat 位冚過大半個 pat pat，所以如果你同阿陳總管差唔多身形，同小曹差唔多身形，你買 XL 啦 ，XL 佢有鬆動㗎，入邊你預翻着厚少少都得，佢着薄係咁樣咯。但係喂呢個白色襯卡其好睇喎，男仔着
好睇喎！仲有呢兩隻色啊，拉曬，仲呢兩隻色啊嚇，都係啦，中性款嚟嘅，男女同款。ER012 超大特價，888蚊 M 到3個 XL， 小曹着住 XL 上身，小曹着 XL 上身，頭先妹妹係着住 L 碼上身啊嚇。OK， 好，下一個啦，ER012嘅，跟住下一個，下一個。這個黑色只有 XS 和XXXL。只有黑色這樣子嘛？對對對。三個顏色。對，係啦啊，跟住下一個啦 ，ER057 啊，下一個咁就都係超特價，原價過2000嘅，而家只需要1328蚊啊！俾大家睇下啦。妹妹着住3個 XL 呢個。3個 XL 上身啊，手可以穿一下這個吧。你可以睇下妹妹望妹妹着上身嘅效果先。呢個係3個 XL、XXL 啊，大家啊，見到上身效果黑色，但留意翻啦，呢個係斷碼款嚟㗎，咁所以咧先望咗妹妹着上身效果先，因為冇細 size 喺度。我叫我小曹着一着俾大家望下先。小曹着一着呢個3個 XL 男仔上身效果。係啦，大家如果想買埋咧，俾另外一半啊，買埋俾男仔屋企人啊，你要睇埋啦嚇。3個 XL 其實小曹咧着住3個 XL 上身都 OK 喎，都 OK 喎，唔係話唔得嘅喎。不過當然係鬆啲咯，鬆啲係睇下手肘位置啦。呢個係更加脹卜卜嘅中等厚度，成個膨脹感、空氣感會特別再蓬鬆啲嘅嚇。叫3個 XL 上身嘅話咧，過晒成個 pat pat 㗎啦。過晒成個 pat pat 嘅。如果你入邊會着厚嘅衞衣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揀鬆啲都得。如果你180 cm 以上嘅，你就揀大啲啦。你要揀大啲 size 啊，大家望一望我哋前面呢一度，前面嘅話咧係繡上去嘅 Ada logo 啦，同埋個手袖位置。手袖位置咧上面都有個 tag， 有個 Ada tag 喺度嘅，黏貼再加橡筋邊，黏貼加橡筋邊，空氣感嘅。我哋咧係做翻企領啦，然後入邊咧係做翻毛毛領嘅，入邊毛毛加絨㗎嚇。然後啦，佢上下拉鏈開，雙頭嘅上下拉鏈開，入邊咧呢度係一個拉鏈內格，一個拉鏈內格，另外一邊咧就冇內格㗎啦。入邊呢個位置係再有橡筋頭可以索緊㗎，個3尾位置。好，側邊嘅話咧側邊呢度佢係個袋係咁樣揭開，拉鏈袋嚟嘅，入邊係加翻絨㗎嚇，一個大嘅拉鏈袋，兩側都係㗎啦。望下側邊後面嘅話咧呢度。你見到一個繡上去個 logo Ada 字，成個款就係咁噶啦。呢個款嘅話咧有3隻色嘅，大家3隻色啊，留意翻啊嚇。如果黑色嘅話咧係斷碼，黑色咧只有 XS 同埋3個 XL， 黑色只有 XS 同埋3個 XL 啊嚇。妹妹小曹就着住3個 XL 跟住留意翻啦。如果 XS 嘅話咧，我同妹妹都着得到。呢個係鬆身款嚟㗎，所以 XS 我同妹妹身形都着到㗎嚇。另外除咗啲黑色之外啦，佢仲有2隻色，仲有一個淺灰啦。好似淺灰淺卡其嘅感覺啦，淺灰淺卡其嘅話咧，只有 XS 就斷晒碼啦，真係冇辦法啦嚇。然後仲有個睇下先，藍色。為什麼它這兩個圖是一樣啊？因為我手指太大。仲有個藍色，仲有個藍色，深藍色啊！大家深藍色嘅話咧都係啦，深藍色多少少唔係喎，sorry， 淺灰嘅話係 XS 去到 L 碼。淺灰係 XS 去到 L 碼，黑色咧就只有 XS 同埋3個 XL， 然後啦深藍色咧就有 XS、SM 同埋 XXL。大家留意翻啦，官網會寫住㗎，因為顏色斷碼啦，大家好冇？呢個款咧就係 ER057 1328，原價過2000嘅，原價過2000，而家只需1328蚊。ER057絨羽絨輕身嘅，好啦 ，size 自己揀翻啦，唔同顏色唔同 size。好，然後下一個啦嚇。下一個款式呢一個嘅話，你可以見到又係粉紅色啦。呢個係脹卜卜中等厚度款，爽身嘅，好似啲風衣面料質地嘅感覺，爽身款嘅嚇。好啦，我哋望下啦。妹妹身上面咧就着住個粉藍色，超靚啊！大家如果中意特別色嘅鮮色粉嫩嘅朋友仔咧，就唔好錯過啦。妹妹着住 M size 新款粉藍色 M size 上身啦嚇。佢呢個 logo 咧就係咧膠特字印上去嘅，特字印上去 logo 啦。然後手嘅位置都係有個突出嚟嘅效果，做到成個 logo。E 字嘅 logo 喺翻度㗎嚇，彈性邊包邊嘅，彈性手就包翻邊，成個舒服嘅。呢邊你見到啦嚇，防風線雪線水全部齊㗎啦。留意翻除咗咧，如果你見到額外有呢個字嘅係3防款，呢啲叫3防款啊嚇。但係咧基本上頭先我哋啲羽絨嘅話咧，basic 線雪
線水同埋 basic 擋風係都有㗎，都有呢個功能㗎嚇。不過呢個會再 professional 啲去擋咯。留意翻，但呢個款咧成隻色好靚啊，大家超好睇。妹妹着住 M size 上身 ，M size 嘅，佢拉鏈再加啪啪扣啦，跟住入邊咧係一個拉鏈內格，然後呢一邊咧冇內格㗎，但係你都見到成個厚度咧係好舒適㗎。佢仲要咧呢度 extra 咧下擺彈性邊，extra 咧有樣嘢特別喎，留意翻呢度佢有個拉鏈喎，溪實。佢有個拉鏈喺度喎，咁有咩功用咧？就係如果你平時喐動大嘅時候啦，你可以加闊佢㗎。你可以加闊，即係你如果你想收腰嘅就拉翻埋佢收腰，你想咧放翻闊啲嘅，譬如你食飽咗啊，肚仔突出嚟嘅，你就拉開佢啦，湊 B B 嘅時候咧喐動大嘅，你就可以拉開佢啦，大家。好啦，我哋望下後面四號。妹妹着住 M 碼上身 ，M 碼上身嘅效果成個脹卜卜咧夠亂。條頸外邊咧都係加咗毛毛㗎，加毛毛嘅頸位入邊啊嚇。除咗呢個超靚嘅呢個粉藍色啦之外，我哋仲有粉紅色 shop 到爆嘅 Pink Lady 粉紅啊嚇，呢個款式嘅話咧原價接近3000蚊嘅，而家做緊大特價嘅，只需1998，1998蚊 ER013 嘅嚇，鵝絨羽絨但係輕身嘅 ，size 係 S 到 XL。S 到 XL， 咁如果我同妹妹身形咧着 S 碼都着到㗎啦嚇，大家 ER013 女仔款鵝絨羽絨1998蚊。好啦，呢個咧除咗呢兩隻色之外，佢仲有個黑色噃。係啦，仲有個全黑，不過呢有啲曝光呢張相，全黑嚟㗎嚇，全黑色。OK， 好，3隻色，下一個女仔款，繼續女仔款啦嚇 ，ER014 女仔款啦嚇，都係做緊特價嘅款式嚟嘅，鴨絨羽絨女仔款，咁就只需要1298啫，1298蚊 ，size 係 XS 去到 XL，XS 去到 XL 兩種顏色啊嚇，原價都係接近2000蚊㗎啦，大家。好啦，我哋望下呢個款式啱晒大家平時出街翻工着，香港天氣着個機會率好高，輕身舒服啊嚇。佢呢個係薄款嚟嘅，但唔係紙咁薄㗎，留意翻有填充薄款嚟嘅。但係你做翻呢個紋理咧，見唔見到？佢個紋咧係咁樣㗎，咁樣有個紋上去嘅，大家近睇少少。佢咧仲要係咧雙車線㗎，雙車線紋㗎，大家做翻個領，個領咧係做咗燈芯用㗎。留意翻個領係燈芯絨嚟嘅呢個位置嚇，個領咧係拆唔走嘅個領。咁咧佢係拉鏈再加啪啪扣，每個啪啪扣上面咧都有埋 Ada 嘅品牌名喺翻度嘅，刻咗上去 Ada 嘅數字喺度啦。再加上嗱嚇，我哋睇下袋仔呢度咧做翻個袋仔啪啪扣嘅，入邊係做咗燈芯絨，入邊做咗燈芯絨嘅有兩個袋喺度㗎，好靚個款式，所以呢個款咧係斯文款，仲要咧係個位咧係做咗啪啪扣嘅。咁當然你斯文時候可以啪埋啦，或者你啪翻開反手咧袖嘅話咧，佢就係燈芯絨對外啦，窿口呢隻就好似我咁樣反手袖咁着翻上去咧，亦都係好睇㗎嚇。你諗下你平時翻工咁樣着咧，香港亦都係非常靚㗎。妹妹着住呢件深藍色嚟嘅，係啦，深藍色 M size 上身，後面睇睇，你可以見到。好啦，然後入邊望望啦，入邊咧佢就冇內格㗎，冇內格㗎，不過有填充㗎，所以佢唔係紙咁薄㗎。大家你睇下厚度，睇厚度啊呢一個。咁呢個款式嘅話咧，兩隻顏色除咗呢個深藍色之外啦，咁我哋仲有個卡其色，官網有圖片啊，仲有個淺卡其色㗎嚇。咁呢個款式咧就係 ER014 原價過2000嘅，而家只需1298蚊，鴨絨羽絨 XS 去到 XL。好，繼續啦，下一個。下一個女仔款都係啦，原價2000幾蚊嘅，而家只需要咧1638蚊，ER074 嘅嚇，咁就係只有 M 碼啦，斷碼啦，鵝絨羽絨 ER074 女仔款1638蚊 ，M size 睇睇上身效果啦嚇，呢個咧只有呢個好似深藍色嘅，但留意翻咧佢個領位呢一度，佢領位咧做咗棉質彈性邊㗎，不過個領咧係可以拆走㗎，你見到啪啪扣，即係如果你唔拆走就係咁嘅樣咯。你唔拆走就特別啲，揾拼翻領，咁你拉翻鏈嘅話咧，仲可以有啲高領嘅效果喺度啦。但係如果你拆走嘅話咧，我當你拍翻開，咁樣拆走，佢變翻普通咁樣，變翻半旗領，普通半旗領啦，羽絨半旗領，中等厚度嚇，成個空氣感蓬鬆感係好好㗎嚇，好鬆軟嘅效果。呢個印上去個 logo， 印上去 Ada logo 喺翻度，做翻菱格款㗎，菱格紋。咁兩側嘅話咧，佢會有個袋位係咁樣嘅，入邊係加翻絨袋嚟嘅。妹妹着住 M size 上身，手袖位再包翻㗎嚇。M size 上身因為只有 M 碼啦。
只有 M 碼，你睇下 M 碼上身效果。留意翻啊，所有 size details 咧 ，CM 係幾多咧？官網有齊晒㗎啦嚇，官網有齊㗎嚇。入邊望望啦，一個內格。拉鏈內格，跟住下擺咧係彈性邊嚟嘅。呢一個咧中等厚度款 ER074 㗎，1638蚊原價過2000幾蚊嘅，只有 M 碼，一隻色鵝絨羽絨超輕身。好，下一個呢一個兩隻色。兩個色嘅款嚟㗎嚇 ，ER015 嘅，咁就係1298蚊，1298蚊 ，size 係 M 到3個 XL，M 到3個 XL， 哦，呢個係中性款嚟嘅，中性款吧，係啦，中性款啊 ，ER015 原價2000㗎啦，咁而家只需1298蚊，兩個顏色 M 到3個 XL， 睇上身啦嚇，我哋望一望啦嚇，妹妹着住 XXL 上身效果，呢個其實頭先咧我哋女仔款嗰個咧係同款嚟㗎。不過咧有少少唔同啊！亦留意翻個紋理咧都一樣㗎，兩條雙線紋理一樣嘅，都係燈芯絨領拆唔走嘅，燈芯絨領拆唔走。但係繡上去嘅 Ada logo 啦，有咩唔同咧？就係女仔款咧係上面個袋係咁樣反翻頁落嚟嘅，呢個中性款係側邊開袋，啪啪扣入邊加翻絨㗎嚇。手袖位置黏貼邊再彈性嘅。OK 啊，望埋後面啦。後面嘅話咧有個 Ada 嘅膠章喺度㗎 ，Ada 上面呢度。Ada 個品牌名嘅膠章喺呢個位置度㗎嚇，大家入邊望一望啦，入邊一個拉鏈內格，下擺位置咧就冇啦，冇嘅呢一個冇其他格㗎啦嚇。好啦，我哋呢個款中性款咧去到兩隻顏色嘅，大家仲有呢個卡其色，仲有咁樣嘅深少少嘅卡其色，兩個顏色記得啦，官網全部有 size 表，見唔見到？官網全部有 size 表㗎啦嚇，兩個顏色嘅。好啦，呢個款咧就係 ER015鴨絨羽絨中性款 M 到3個 XL， 1298蚊大特價款啦嚇，大家好繼續啦。後面呢一個，我要隨便過吧，呢個。好啦，後面呢一個亦都係靚款啊，呢一個。好新啊！新版好看啲。好啦，呢一個咁呢個款嘅話咧就 ER086㗎嚇，亦都係兩隻色㗎，原價係2000美嘅，2000美金而家只需1818鵝絨羽絨，但係勁輕身，鵝絨絨超輕身嘅款式嚟㗎嚇。咁呢一個嘅話咧就 XS 去到 XL，頂帽係拆唔走㗎嚇。留意翻個紋理嗰度，你可以見到佢亦都係咁樣繡上去㗎。繡上去呢個紋理嚟㗎，雙線繡上去，咁樣繡上去個紋理嚟㗎，大家咁樣個紋理嚟㗎，比較得意啲。後面咧有埋個品牌名膠章喺翻度㗎啦。好啦，呢一個款式，呢個款嘅話咧，我哋有兩隻色嘅，兩個色嚇，咁就有呢隻色啦。你見到個袋呢個位咧係圍住燈芯絨嘅，燈芯絨圍邊，跟住咧入邊咧係做亦都係燈芯絨底嘅入邊啊嚇。咁你見到圍邊款一個袋係咁樣插袋㗎啦。手袖位置嘅話咧係橡筋頭再加黏貼，彈性加黏貼㗎嚇。而我哋前面正面咧仲有個繡上去嘅 logo， 前面繡上去 logo， 後面背脊膠章 logo。快啲！好啦，跟住睇下呢一個，咁呢一個嘅話咧就係仲有白色款。呢個白色着上身好睇喎，大家睇下，成個白色上身拉鏈上啦嚇，拉鏈嘅話咧，佢兩側咧圍邊咧都係燈芯絨邊嚟㗎，燈芯絨圍邊，然後啦呢個位置都係啦，上面啦再加圍邊呢度都係燈芯絨圍邊㗎，大家睇望下，佢白色呢件靚喎呢個，呢個好睇，妹妹着住 S 碼上身，靚太都係着 S 碼啦嚇，呢一個款式，你見到咧過晒盤骨㗎啦，唔需要擔心，入邊着翻衫咧都完全冇問題㗎嚇，唔會話過分貼嘅款式嚟嘅，入邊望一望啦嚇，呢個咧亦都係啦冇內格嘅，冇內格，不過下擺位置咧有橡筋頭可以索翻緊少少㗎嚇。好啦，我哋兩隻色，強烈推介大家呢個白色幾靚，呢個白色真係，你可以睇睇，同埋繡上去 logo 顏色係咁樣嘅呢一個。呢個咧就 ER086啊嚇，818蚊鵝絨羽絨 XS 去到 XS 去到 XL， 咁就係妹妹着住 S 啊。S 啊，妹妹佢身形着 XS 都得，我個身形咧就着 S， 因為預翻入邊會着衫，入邊會着衫啊嚇。好啦，然後下一個啦，下一個呢一個黃牌款，亦都係啦，張元英同款，張元英同款嘅新款嚟㗎嚇。今年新色亦都係佢最大熱嘅，今年所有潮牌都會出嘅啡色款啊嚇，呢一個。睇什麼顏色嘅？黑白。你穿着㗎吧？先穿着㗎吧？我哋逐一。每個顏色都有穿，我哋每個色都着俾大家睇，因為呢個係爆單款嚇。
其他顏色關咗。哦，啊，我哋啲 total 有4隻色，total 有4隻色，不過現場得2隻色啫。有啲顏色咧官網先有啦嚇，留意翻。我哋咧叫妹妹着埋上身俾你睇先啦。首先呢一個嘅話咧，講緊而家 exactly， 如果你自己走去明洞旗艦店 Ada 買到話，係講緊賣3000中嘅。3000中，或者有啲可能顏色會再貴少少，但係我哋今日呢個瘋狂折扣價只需要2158，2158，今年啱啱新出冇耐嘅新色嚟㗎，大家啊呢一個就鵝絨羽絨嚟嘅，大家留意翻鵝絨羽絨啊嚇，亦都係對最爆單嘅呢個爆單皇冠，但呢個款式咧其實同平時我哋嗰啲有咩唔同咧？佢個填充會再厚少少㗎，所以係啦，佢好輕身，佢今年咧升級版咧，點解呢個會貴咗咧？就係一嚟佢個質素會再高咗，即係佢入邊個絨會再高咗啦，再幫你做翻輕身咗，再特別重要個填充量咧係再高咗㗎，再厚咗個款式，所以你見到咧會再脹卜卜啲嘅個感覺，所以佢貴翻少少。你睇翻啊嚇，呢一個嘅話咧亦都係 signature 啦，佢側邊係10億，你見到10週年啊，見到啦10週年呢個10 years 啊，所以係限量，呢個係特別今年版本嚟㗎嚇。跟住國旗啦，一個袋，一個黏貼袋，側邊一個咧翻手嚟。一個拉鏈袋，一個黏貼袋，然後正面望一望啊嚇，正面呢度繡上去個 logo， 繡上去嘅手嘅位置都係繡上去 logo， 然後啦望下兩側先，兩側首先呢度一個拉鏈袋，一個拉鏈袋，然後打開再有一個入邊家用袋，呢度已經2個袋喺度啦啊！另外一邊一模一樣啦，一樣設計，下擺位置黑色嘅係彈性邊嚟嘅，彈性邊望下後面，後面嘅話佢都係有個 Ada 繡上去個 logo 喺翻度㗎嚇，頂帽係可以拆走。頂帽可以拆走之餘，毛毛都可以拆走，真嘅毛毛噃，浣熊的軟紅毛，真嘅毛毛嚟㗎，軟紅毛嚟㗎嚇，個毛毛可以拆走，頂帽都可以拆走，就咁變企領都 OK 㗎嚇，成個款式呢個係最大熱嘅款，亦都係新色嚟㗎嚇，特別高 quality 升級版本啊！呢一個係好啦，呢個咧入邊一個拉鏈格啦，跟住呢一邊咧冇格數嘅，脹卜卜好暖，零下10幾度都着到嘅款式。呢個零下10幾度都夠暖㗎，大家下個款超爆單，佢 hit 足咁多年都係呢個款。咁但係呢個款咧每季咧都會有啲升級啦，同埋咧會有啲新色。呢個就係升級版，升級物料更加輕身，仲要係特別嘅10週年版啊！大家好啦，呢個顏色咧就係我哋呢個款咧係有4隻色嘅 ER032 鵝絨羽絨2158，你喺專門店，你喺旗艦店賣緊係3000中以上，3000中以上，但係我哋只需要2158新款啊嚇，新款，但係我哋免稅店絕對正貨，大家唔需要擔心㗎啦嚇。同埋入邊咧講漏咗樣嘢，佢入邊企領位呢邊仲加毛毛㗎，加咗毛毛㗎嚇，大家好啦，睇下啦，除咗妹妹着住 M size 上身，但係其實我同妹妹着 S 碼都有鬆動㗎。我同妹妹着 S 碼入邊都仲可以着衞衣有鬆動㗎，留意翻啦嚇。預翻呢個咧本身係有少微鬆個款嚟嘅，型格款嚟嘅 ，OK。好啦，咁除咗呢個啡色之外啦，好優做。睇下啦，我哋仲有呢隻色同款嘅，我哋仲有呢隻色啦，因為呢個款係男女同款嚟㗎 ，S 到 XL 男女同款，你穿什麼 size？model 着住 XL， 如果你係男仔嘅話，建議 XL 起。男仔建議 XL 起啦，仲有呢隻靚色嘅白色，一樣所有 details 一模一樣啦，只不過顏色唔同啫，顏色唔同啊，佢呢個白色撞翻啡邊、啡拉鏈，咪灰拉鏈、灰邊、灰彈性邊啊嚇，全部都係啦嚇，可以望下成個感覺，入邊咧一模一樣噶啦嚇，我哋兩側睇睇呢度旁邊、後面側邊、後面。成個感覺，佢個毛毛嘅話咧係做咗呢隻咧，好似有少少灰灰藍藍嘅毛毛嘅感覺㗎。佢本身個毛毛係咁嘅色㗎，大家毛毛可以拆走嘅。如果男仔你唔中意毛毛嘅，拆走毛毛或者拆走頂帽都係可以㗎嚇。好，咩會啦？咁睇下啦仲有妹妹呢隻色。呢兩隻色同款嚟㗎，同款。咁除咗呢兩隻色之外咧，我哋仲有喎，大家，我哋仲有個全黑啊，全黑色白 logo， 全黑白 logo 黑毛毛嚟㗎嚇。同埋我哋仲有一個係卡其色，淺卡其撞黑邊，淺卡其撞黑邊啊嚇，個毛毛咧有少少啡啡地色嘅毛毛嚟㗎 ，OK， 好啦，呢個咧一共係4隻色嘅新款 ER032 鵝絨羽絨2158蚊啊嚇 ，S 到 XL 男女同款，好，繼續啦，下一個。但呢個係講緊真係賣緊3000幾，差唔多接近4000蚊嘅，係專門店，所以諗下點解免稅店成日都冇貨。
免稅店係要好佛系收貨、佛系訂貨就係咁解啦。因為真係差太遠啦啲價錢，所以大家你哋就算自己過嚟韓國，你哋自己想買，唔好意思，其實你走去明洞啊或者專門店買呢個價錢唔會平過我㗎。點解我哋仲要免稅店你都冇得買到㗎？你自己就算你自己過嚟韓國，你自己親自嚟韓國免稅店買 ，sorry 你都買唔到。點解？因為佢哋全部都冇現貨，都係要訂嘅。你想買都訂唔到。同埋我哋個價唔係免稅店就咁嘅價，我哋個免稅店入邊 extra 俾我哋嘅額外 discount 優惠，呢個都係你自己親自過嚟買唔到啊！攞唔到嘅 discount 嚟㗎嚇，所以一定係經我哋會再平啲㗎啦，大家。先國家地鋪阿 U 仲未收到貨 ，CS 冇覆，我 CS 嘅話陸續覆緊喎，因為我哋每日咧幾百個 message 喎。啊 CS 同事咧每日都覆緊 message 嘅，記得咧唔好重複 send，因為你重複 send message 咧，你又排隊咧又跳翻上去㗎啦嚇。你唔介意嘅話咧，你 inbox 一下 Winnie 好唔好啊？你 inbox 一下，inbox 一下我哋同事啦，我哋同事嘅話咧就會Facebook 覆翻嚟，因為我啱啱 send 咗你俾我同事，但係咧國家地理咧，我哋講緊如果有貨到咗香港嘅話，陸續出緊貨㗎啦。好多朋友仔咧今日都有留言講㗎，佢哋已經收到貨，陸續收貨中。咁你想知道你 status 嘅話咧，你inbox 我哋同事我叫佢轉頭覆你，好冇 Winnie 好冇？同埋記得唔好重複每日不停問，你重複問嘅話咧，你排隊又要輪隊㗎啦。大家記得留意一樣嘢啦，你唔好兩邊問，因為咧最好，因為有啲朋友仔我哋 CS 都有反映啊，有啲朋友仔咧係 WhatsApp 又問完 ，Facebook 又問，跟住咧兩邊不停問嘅時候咧，首先如果你不停問嘅話咧，你排隊就又會輪候翻去最上，因為我哋由最舊開始清起嘅，每日都由最舊開始清起。咁如果你不停問嘅話咧，你就不停再排隊，重新再排隊就輪唔到你。同埋咧，如果你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咧兩邊都一齊問嘅話咧，會浪費咗時間咧去重複幫你 double check 啊，咁就會覆得慢咗。所以你問一邊就 O K 㗎啦，問一邊咁就等我哋同事覆你好唔好啊？唔好意思，因為聖誕節前咧真係好多查詢，每日好多查詢，咁同事覆係會要少少時間㗎，希望大家見諒嚇，唔好意思啊嚇。好，跟住落嚟繼續，唔該晒你 Winnie。好，繼續啦嚇呢一個，還有多少款？查，下一個說這個。哦，好啦，跟住呢個咧 ER113 啊嚇，呢個女仔款嚟嘅鵝絨女，好吧。係啦，新款鵝絨羽絨 ER113啊，3隻色嘅，呢個原價咧最新款嚟嘅喎，原價咧2000幾嘅都係2000幾嘅，而家只需要1698蚊，1698蚊啊大家。什麼10個？哦，好啦，還是說10個顏色。睇下啦，呢個新款嚟㗎，佢脹卜卜領㗎，但係咧佢係空氣感喎，空氣感脹卜卜領㗎，大家嚇。然後啦，睇翻啦，拉鏈再加啪啪扣，所以其實你拍咗之後咧，你可以咁樣喎。啊，佢扣唔起嘅，呢個位冇得扣嘅，嗰啲少少開領咁樣咯，開領咁樣啦，大家嚇。咁睇翻啦，正面冇 logo，側邊有個 logo 喺翻度，做翻啦一個三角形咁樣嘅膠牌 logo 喺翻度嘅位置啊。但成個咧係軟綿綿，好舒服喎，好厚我未食飯啊，好肚餓，又暈又肚餓。好啦，跟住啊彈性邊包翻住。真係是又啊！佢叫做棉被羽絨服啊，因為佢成個棉被嘅感覺㗎啊！呢個位置咧會有個膠皮牌，跟住咧亦都係品牌名，所以呢個咧叫做棉被羽絨服，因為係一個係好似冚住個棉被嘅感覺嘅，滑身質地。手嘅位置咧 ，cashmere， cashmere。這是羊毛嗎？它不是羽絨吧 ？cashmere 嚟的。鵝絨加羊毛。哇！佢係再貴啲，點解？因為佢入邊咧係鵝絨再加羊毛 cashmere 啊 ，cashmere 寫住，所以咧佢呢個係貴價版嚟嘅喎。佢入邊係高質鵝絨再加 cashmere 羊毛啊，羊毛入邊啊特別本來好輕身喎，佢係又軟又輕身，跟佢說是 cashmere。係啦，呢個鵝絨加 cashmere 又軟又輕身，好舒服嘅高質款啊！大家好啦，呢個咧除咗黑色啦，大家翻工都可以着到嘅顏色之外啦，咁側邊係拉鏈開嘅，拉鏈開入邊做翻家用啊嚇，然後入邊呢度一個拉鏈袋就喺呢度見到 cashmere， 大家望下真係 cashmere 嚟㗎呢一個，仲要啦保暖啦、透氣啦、夠保溫啦，大家成個仲要係勁輕嘅款式嚟㗎嚇，熱循環啊仲要幫你。好啦，呢個除咗黑色啦，我哋仲有個卡其色。同埋深灰色、深灰炭灰色啊！大家係啦，有埋個皮牌嘅。咁呢個就 ER113 㗎嚇，1698蚊，原價2000中以上嘅，就係 cashmere 再加鵝絨 ，S 到 L 碼 ，S 到 L 碼，可唔可以着住 S 碼？但係留翻呢個係鬆鬆地嘅款嚟㗎，鬆鬆地嘅款嚟㗎 ，S 碼上身冚個 pat pat 喎，側邊見唔見到？大半個 pat pat 可以冚過㗎啦嚇，所以後面係長少少嘅，後面長少少㗎嚇，呢個就1698蚊 ，ER113，好下個。下個仲有個好靚嘅款，超靚嘅款，
勁好睇，兩個顏色都有分。啊，呢個咧我哋有三個色，三個色都要着一着啦，三個色着一着啦，因為呢個款實在太好睇啦，大家。係同埋新入嚟嘅朋友仔記得留言 Ada， 留言 Ada 啦嚇 ，EIDER，留言 Ada 嘅話攞咗個折扣碼先，買滿3件仲要 mix 埋所有韓國品牌都係，買滿3件可以減你30蚊，買滿5件包你 free shipping，順豐站智能櫃，屋企地址、公司地址都可以嘅，大家。好啦，呢個款靚款，大家睇下，中意毛毛邊嘅朋友仔，中意咧脹卜卜嘅朋友仔，唔好錯過呢個款式啦嚇。佢成個毛毛邊咧都係真嘅毛毛嚟㗎，呢個真係狐狸吧？姐，這個毛是狐狸嗎？呢個應該係狐狸毛嚟嘅，以我嘅手感係啊。你看，我現在好 professional， 我摸上手就知佢咩毛啦，狐狸毛嚇，狐狸毛嚟㗎呢個。收到 MFG， 收到啦，大家 thank you 啊，多謝大家支持，同埋都多謝今日收到貨嘅朋友仔你哋支持啊 ，thank you 大家，同埋多謝睇緊朋友仔嘅支持，係你哋收到貨咧，中意就好啦，因為我哋陸續咧，因為我哋轉咗第三方嘅個物流供應商啦，佢哋上個禮拜咧開始 pick up 嘅，今個禮拜頭都開始 pick up 中，開始會加速出貨㗎啦，因為我哋講緊咧，我哋有成30版貨未出，陸續努力衝，所有嘢加 turbo 出緊㗎啦，大家會好快就收到啲收貨消息啊，或者出貨通知㗎你啦，你哋會陸續收到㗎啦嚇，好冇？係啦，多謝大家支持，我哋會努力加快同埋不停進步㗎啦，係啦，因為我哋自己出貨人手唔夠，真係出得唔夠快，打爆晒我哋倉啦，所以我哋就揾咗其他公司幫手啦。所以你哋快啲收到㗎啦嚇，好冇？好啦啊，跟住我哋繼續啦，下一個呢個靚款頭髮嚇，望一望啦嚇，成個款式呢個咧好似係少少粉紅粉紫嘅感覺㗎，粉紅粉紫感啊，同埋睇翻咧佢腰位咧係可以束腰嘅，大家啊入邊內質咧係束腰款同埋包 pat pat 嘅，有啲朋友仔香港啦，又唔想着長羽絨嘅，但你想保暖啲，包 pat pat lady 啲嘅，仲要有埋收腰唔會咁臃腫，顯翻腰型線條出翻嚟嘅話咧，呢個啱大家啦，高貴款狐狸毛邊啊，仲要係狐狸毛㗎，大家啊，我哋睇翻正面先嚇，我哋拉鏈再加啪啪扣啦，啊正面咧就係冇任何 logo 嘅，不過側邊望下啦，都係如果你見到呢個三角 logo 嘅話咧，都係啦，今季比較貴啲嘅款式嚟嘅，比較高質貴少少款式，成件係輕身啦，軟綿綿好舒服嘅中等厚度，兩側嘅拉鏈袋入邊做翻家用，做翻包 pat pat 嘅感覺㗎嚇。好啦，我哋頂帽嘅睇一睇先，頂帽嘅話咧，毛毛係可以拆走，頂帽係都可以拆走，所以你唔想要毛毛嘅可以拆，唔想要頂帽都可以拆，變翻企領款嘅嚇，變翻企領嘅拉鏈開。入邊做翻有毛毛嘅領內質有毛毛啦，呢個位一個拉鏈內格，腰位係可以束，兩邊都可以束㗎嚇，索翻個腰型出嚟嘅，下擺啦彈性邊 ，OK 好唔好？成個款係咁勁暖，可唔可以着住 M 碼上身 ？M 碼上身嘅效果束腰㗎，拉晒背。如果你唔中意束腰咧，你可以放鬆啊，唔中意束腰嘅朋友仔開埋俾你睇 M 碼上身效果。啊呢一個呢隻色好特別好靚啊，有少粉紅粉紫嘅感覺出翻嚟嘅嚇。如果你唔中意束腰嘅，放翻鬆就係咁樣啦，都係好好睇嘅大家嚇。後面看看啊，同埋過埋 pat pat 嘅下擺呢個位置咧，呢個側邊呢個位，佢仲有埋個 Ada 嘅字喺翻度，我手指篤住呢度，有個 Ada 嘅品牌名喺度㗎嚇。過晒 pat pat M size，如果我同妹妹咧都係着S 碼就可以啦，着 S 碼都可以㗎啦嚇。睇翻入邊你着幾厚咯，但呢個款本身都好暖咧，唔使着太厚啊，唔使着太厚都得㗎嚇。佢呢一個嘅話咧，我看看打開佢仲要係你歐洲特別高質嘅呢一個 Premium 嘅鵝絨羽絨喎。歐洲特別高質、特別保暖嘅 Premium 高質鵝絨羽絨係挑選過出嚟㗎嚇。咁除咗呢個粉色啦，大家記住啦嚇，粉色呢個粉紫粉紅嘅感覺，我哋仲有全黑着一着俾大家睇。全黑咧有一個韓劇大女主角嘅感覺，財閥女主角咁嘅感覺喺翻度。好啦，呢一個款式嘅話咧係高級款嚟嘅，因為佢原價咧係4000蚊㗎，4000幾蚊一件㗎嚇。咁而家咧佢做緊減價嘅都係減價，係因為佢內部有個聖誕前限時折扣優惠。咁呢個款式嘅 ER098 一共3隻色嘅，原價要接近原價係4000㗎，咁而家只需要2978高級高 quality 款啊！留意翻下顏色咧 size 咧係有分別嘅。頭先個粉紅粉紫嘅話咧係 S 到 XL。如果同我同妹妹身形差唔多嘅朋友仔咧，你買 S 碼都得啦，買 S 都得啦嚇。咁佢仲有黑色俾大家睇下黑色先。呢個 basic 線水線雪可以，但佢唔係3防款，佢唔係專業3防，但係佢係 basic 線水線雪擋風係可以嘅，係可以㗎。因為其實咧所有羽絨咧 basic 線水線雪係同埋擋風係 OK 嘅，不過你想係 professional 擋風咧，佢呢個咧就要買翻挺身少少物料，即係頭先我哋啡色嗰款。剛才那個忘記說了，大哥打給我。左邊放。這個拿出來。
一個頭先講漏咗。呢一個款咧，記得頭先呢個款啊？頭先呢個款咧4隻色嘅話咧，佢咧亦都係咧歐洲 Premium 嘅優質鵝絨羽絨嚟嘅，特別保暖、特別高質，同埋唔會有任何異味。所有 Ada 款嘅羽絨都唔會有異味，高質嘅。同埋呢個係3防款，呢個就3防啦，防風、防雪、線水，3防內刮啊！呢個款係㗎嚇大家。咁呢個就 basic 嘅啊。線雪線水防風 basic 嘅係有㗎嚇大家。好啦，呢一個咁你可以望到啦，全黑色上身 size L 碼上身 ，L 碼上身效果記得啦，呢個係拼咗狐狸毛嚟㗎，大家狐狸毛每一隻色嘅毛毛會唔同嘅，毛毛可以拆，頂帽都可以拆，變翻樽領又得，腰位可以索緊，冚翻 pat pat 嘅靚高貴款，長興百搭，入邊係咧大家新年着出去咧拜年咧，特別係頭先我哋個粉色再攞翻出嚟啦。粉色啊，黑色有型格啦，翻工着到啊！如果翻工你可以拆毛毛啊嘛，粉色呢個拜年着超好睇，大家超靚。但黑色咧就係韓劇大女主角咯，黑色嘅話係型格咧，即刻成個氣場出嚟，氣場感啊嚇大家。除咗呢色之外，我哋仲有白雪公主 ，OK， 試一試俾大家睇下啦。我哋仲有個白雪公主，等先，粉色係咪冇晒？粉色有啊，有啊，粉色。光我美常嗎？看看粉色。粉色有啊，加晒少少 Charlotte 粉啊。頭先因為我哋直播之前下架咗，上次我嚟 check 冇貨，佢咁啱補到少少，我哋叫同事上翻架，你上算唔算？我哋叫同事上翻架。而家落單嘅話，啊留意翻頭先我一開場咧有解釋過嘅。點做吧？啊！而家落單嘅話咧，我哋預新年前收貨，有早到提早出，因為咧 Ada 咧佢個品牌咧係我哋不能夠控制佢幾時出貨嘅，係啦，因為就算佢同我講話有現貨，有可能佢都1個月後先出俾我哋，或者可能係鬆少少，但我哋預翻全部新年前出貨。如果冇貨訂咗貨冇貨，我哋會通知你，係啦，因為佢哋真係每日個庫存都會變動得好大，所以建議你中意嘅話就盡早下單，因為我哋今日講緊係做直播款式，都係佢哋話庫存係有嘅款式，但係庫存每日變動超大，佢哋有庫存數量都唔會係好多㗎，可能係幾件，或者某啲 size 得1、2件、3件全新嘅，或者係得好少數量，所以你中意建議盡早下單，你哋今晚下單，我聽日即刻幫你哋訂。係啦，你今晚下單，聽日幫你即刻訂，咁就盡快，希望可以1月到，你越早訂我就越早到，越遲訂就越遲到，同一個道理啊嚇，大家留意翻啦嚇。不過預鬆咗嘅，我 website 寫個貨期，我係預到最鬆係新年前到貨左右啦。係啦，大家如果佢有早到，我哋係會早出嘅，佢早翻到我哋就早出咯，一樣咁嘅道理。有可能你1月收到都唔定㗎，大家啊留意翻啦嚇，佛系收貨啊 ，Ada 要佛系收貨嚇，千祈唔好怪靚太啊嚇，大家。好啦，我哋仲有白雪公主啊，呢個記得啦，同一個款嚟嘅，我哋可以望下個毛毛，戴耳罩毛吧。啊，毛毛着住 M size 上身嘅效果，哇！呢個靚啊，大家。如果你新年咧去北海道啊滑雪地方，呢個咧超好睇啊，大家呢一個。所以呢個咧係超級強勁推介大家嘅 luxury 版本氣場款。好，3個顏色再攞出嚟先啦嚇。呢個就 ER098 2978蚊，高級歐洲鵝絨啊，大家。3隻色嘅黑色啦，跟住呢個粉紅粉紫咁樣，好特別嘅色，實物係好靚㗎，係粉紅得嚟帶點粉紫嘅實物㗎嚇，超級靚實物啊！大家呢一個，亦都係出面好少會撞色嘅色本嚟嘅呢一個，仲有白雪公主款，白雪公主留意翻啦，佢哋啲毛毛咧啊，狐狸毛嚟嘅，係有少混色㗎，個頭啲尾嗰啲色咧有少混色㗎，大家，但係好軟熟。非常澎湃軟熟嘅款式嚟㗎嚇，留意翻啦，黑色個 size S 到 XL，另外嗰兩隻色就係 S 到 XL，ER098 啊，好，跟住繼續啦，係啦，後台補緊色上去嚇，因為呢個頭先本身我哋今日嚟嘅時候都下咗架冇上架，因為嗰隻特別係粉紫粉紅係斷咗貨嘅之前，但頭先咧我哋問咗店長，佢話可以補訂，但補訂調貨咧要半個月，所以咧你預翻都係可能。早到嘅就1月咯，唔早到嘅就可能2月上新年前啦。先講短的還是長的羽絨服？啊？短的這個還是長的？怎麼短的長？短的還是較長？先說那個快點，15分鐘啦，還有多少塊？我哋要加快啦嚇，得翻最後15分鐘。跟住呢個特價毛毛，我哋仲有羽絨未講晒，仲有長款羽絨啊，大家啊呢個毛毛。
毛毛褸，毛毛褸軟熟毛毛褸啊，大家啊，做翻小企領嘅，大家啊，內外都係毛毛噶啦，全部一樣物料，內外都係嘅。好多朋友仔香港天氣中意免着又得，或者如果你去凍嘅地方，好似靚太啦喺韓國嘅話，建議入邊可以好似我咁樣着件黑色嗰啲貼嘅保暖衣，黑色薄嘅保暖衣，跟住加件褸，加件毛毛褸，外面再着羽絨，你咁樣就會勁暖啦。你去零下10幾度都唔驚凍，你就會好暖噶啦嚇。咁呢個可以免着又得，當你係再羽絨入邊再加暖着又得，但超特價，呢個原價咧差唔多成千銀，而家只需要458啫，458蚊啊！大家帶特價款 S 到3個 XL，S 到3個 XL 中性款嚟嘅喎，中性款嚟㗎嚇，4隻色 ER019，ER019㗎，我哋有一隻紫呢個粉紫咁樣啦。粉紫粉地，有少少帶小粉紅嘅感覺。一個繡上去 logo Ada 啦，嗱側邊係圍邊嘅，留意翻啦，內外都係毛毛。入邊咧仲有2個內袋，兩格內袋喺入邊呢個位置㗎，外面都係有2個袋嘅，2個袋。我哋望下正面啦，成件毛毛嘅，軟熟舒服輕身㗎嚇。妹妹着住 M 碼上身 ，M 碼上身嘅效果個 pat pat，但我同妹妹着 S 碼都得啦，着 S 都可以㗎嚇。另外我哋仲有全白色，喺有2個人色，全白色。跟住我哋有個百搭全黑色啊，男仔可以着全黑啦，男仔建議全黑啊嚇，全黑。同埋我哋仲有個呢個藍色啊，呢隻藍有少少光澤感嘅啲毛毛，有啲光澤感㗎嚇。Hello，大家好。好啦，呢個咧就係 ER019 4隻色大特價款458蚊，458蚊 S 到3個 XL ER019。好，下一個。下一個啦，下一個係 ER004 啊 ，S 到 L 碼 ER004 嘅，咁就係價錢係938蚊，938蚊啊，有少少咧羊羔毛面嘅感覺，唔係喎，羊尖毛啊，啲尖毛款嘅感覺，係嘅。好啦，跟住睇 ER004 嘅嚇，喺度多手困羽絨啊 ，ER004 2隻色啊，大家，快啲。好啦，呢個款啊938蚊，938蚊唔係羽絨嚟㗎，留意翻，佢有少少咧嗰啲毛氈質地嘅感覺㗎，咁圈毛氈質地嘅，大家呢一個款啦嚇。好啦，圍翻邊嘅，留意翻啊，拼翻邊呢度係拼翻燈芯絨面，跟住牛角扣㗎嚇，大家燈芯絨嘅，佢係扣鈕嘅，所以成個款 OK 啦。睇下妹妹嗱上身效果，M 碼上身有少少紫地色嘅感覺，紫地就後面嘅話咧都有 Ada logo 喺翻度，我哋睇後少少 ，Ada logo 喺度啦，正面望一望。Ada 繡上去 logo， 頭髮繡上去 logo， 兩側咧有袋，入邊做翻家用袋㗎嚇。好，入邊望下啦，入邊有拉鏈嘅喎，所以其實咧佢係咧扣鈕咧或者拉鏈都得，拉鏈或者扣鈕都可以㗎嚇。咁可唔可以着住 M 碼上身過盤骨㗎啦？除咗呢色之外，我哋仲有白色款。咁呢個就好似咧一啲毛氈褸嘅感覺㗎嚇，呢個就 ER004 938蚊2隻色嘅 S 到 L 碼，好，下個長羽絨嚟啦，大家如果中意仔，我哋仲有個 luxury 版本啊，呢個成個狐狸毛超級勁爆高質，大家感受一下幾靚。我件羽絨介紹咗啦，呢一個千零蚊咋，你可以睇翻直播重播啊！睇翻直播重播，我哋因為就嚟下播啦，仲有10分鐘就要下播啦，佢閂門啊呢個商場。咁就咧呢個你可以睇翻直播重播啊，大家。同埋啲朋友仔，我哋有啲款式上咗架咧，如果趕唔切，你都可以睇翻我哋 website sttmall.hk 啊，大家留意翻呢個 luxury 版本嘅3房款呢個係 luxury 版本啊，佢最高 level 嗰個 luxury 版本，快啲！好啦，睇一睇啦嚇，呢一個我會講得快少少啊，大家唔好意思啊嚇，大家望下嗱，呢個長度嘅話去到菠蘿蓋嘅，我拉翻低啲角度嚇，長度去到菠蘿蓋嘅長身款大女主款啦嚇，望一望先，頭先有講過㗎啦嚇，見唔見到？你見到呢個3個人今年最新嘅3個人交扣都係個 luxury 嘅版嚟㗎，一見到啲咁嘅牌咧，證明就係貴嗰條拉嚟㗎啦，貴嗰條 premium 嗰條拉嚟㗎嚇。好，望下手度3房款，3房啊嚇，大家放水線水線雪防風3房嘅，入邊咧一個拉鏈內格啦，同埋啦講緊咧佢入邊內側都係可以索打腰位，索翻緊。你見呢個成個物料咧係額外再保暖，零下真係10幾20度你都夠暖啊！呢個款大家條腰位可以索緊兩邊索㗎嚇，仲要講緊咧下擺位置呢度啦，呢個下擺位置冇開拉鏈，佢係拉鏈上再加啪啪鈕，上下拉鏈開加啪啪鈕嘅。腰質嘅話見唔見到索翻個腰帶位咧，成個腰線位出翻嚟，好靚個款㗎大家。呢個係深藍色嚟嘅，深藍色我哋睇翻咧佢連埋條腰帶嘅大家。留意翻，推上最重要就得。留意翻
佢條腰帶喺翻度，條腰帶咧係橡筋彈性腰帶，再有得較鬆緊，有得較鬆緊，再加彈性腰帶，佢係金屬扣咁樣扣翻出嚟嘅嚇，大家睇睇，所以成個上身效果連腰帶，望一望後面。啊咁樣，你唔中意腰帶都得，因為咧佢入邊咧係可以校呢一個橡筋腰噶嘛，所以你唔中意腰帶，你剝咗條腰帶又得，你中意扣埋腰帶又可以，兩側啦拉鏈袋入邊做翻加絨㗎嚇，睇翻個領位啦，企領入邊係做翻絨面加絨嘅，然後啦嗰頂帽嘅話咧，頂帽可以拆走，毛毛可以拆走，即係你唔要帽嘅話咧，你可以變翻企領、樽領又得，毛毛亦都可以拆走㗎嚇。咁呢個咧 luxury 款嘅話咧，除咗呢個深藍色之外啦，我哋仲有個好靚嘅卡其色，超靚嘅高貴卡其，呢個卡其色啊，大家呢個咧 ER021 啊嚇，2368蚊啊，呢個咧仲抵啲喎，大家啊，呢個咧原價咧係講緊呢個力度折扣仲大，呢個原價講緊係4000中以上，但而家只需要2368。ER021啊，呢個搶啊，大家真係 ER021 鵝絨羽絨，仲要係歐洲 Premium 高級鵝絨羽絨啊嚇，size 係 S 到 XL，S 到 XL， 我同妹妹着住 M 碼上身，但係我同妹妹着 S 都得啦 ，S 碼有鬆動㗎嚇，大家鵝絨羽絨女裝款2368，價錢沒錯嘛，看一下啊，呢個 ER021，感覺不是咁平嘅點解？我有啲驚佢錯價喎，大佬，是不是錯啦？等先啊，我 double check 先，3隻色嘅啊，大家望下啦，我哋仲有呢個白色啦，白雪公主白都係啦，狐狸毛嘅狐狸毛，你可以睇翻啦，狐狸毛邊，看不到啊，打咗，錯啦，2638，什麼？2638蚊 ，sorry 大家啊，2638蚊 ，ER021 啊，2638蚊啊，呢個我哋再 double check 個價錢先，大家，我哋再 double check 下，2638蚊，同埋留意翻啊嚇，我哋官網嘅貨期咧係寫住30至45個工作天嘅，留意翻，我哋官網貨期寫住30至45個工作天，不過你預鬆啲，你預翻係新年前，啊，有早到提早出，好冇啊？大家預鬆個筆法啦嚇 ，OK 好？呢個 link ER021 長身嘅大特價款2638，所以性價比好高，原價係4000中以上。但係超高貴 luxury 款2638蚊啊，有3隻色㗎啦 ，size 嘅 S 到 XL， 我同妹妹都係着 S 碼就得啦嚇。呢個 ER021 鵝絨羽絨高級鵝絨絨3房款，好，繼續下一個。你再查一下，看有沒有錯吧？拍一下個價錢，我拍錯了。好，下一個嚇，大家最後7分鐘啦，大家，還有多少款？3、4款。然後呢個靚色啊，大家有少少紫紫地色嘅感覺㗎，大家睇翻下，我又拉低啲先，咪睇唔到啊，有少少紫紫地色嘅感覺喺翻度㗎，唔好意思，角度比較低少少，因為要睇翻全身啊嚇。呢一個嘅話咧，我哋望一望啦，心口位置呢個係特字 logo 啦，唔係瘦㗎嚇，側邊都有個特字嘅 E 字嘅，可以睇近少少。特字嘅 E 字 logo 喺翻呢個位置度㗎嚇，然後啦頂帽係拆唔走，頂帽係拆得走嘅。可以拆帽㗎嚇，入邊頸嘅位置咧都係做翻加絨嘅呢一個款式，拉鏈再加啪啪扣3房款，軟身面料3房款嚟嘅，黏貼手袖再包翻邊嘅，大家可以睇翻啦嚇，上下拉鏈開長度咧去過菠蘿蓋㗎啦，冇乜163cm 嗰度過菠蘿蓋㗎嚇，入邊一個拉鏈開啊，咁呢個係冇得收腰㗎，不過留意翻佢可以開翻個開叉位，開叉。啊，可以拍翻開，可以開叉，方便你行樓梯㗎，大家呢個款式。好啦，兩側嘅話咧就係拉鏈袋入邊做翻家用嘅，睇下後面。後面嘅款式有個 Ada 字喺度㗎，大家有個特字 Ada 暗字喺呢個度㗎，有個 logo 暗字喺度㗎，大家留意翻啦嚇。好啦，成個款啊，呢隻顏色特別嘅顏色啦 ，L 碼上身。L 碼上身，另外我哋仲有白雪公主款啊，又係白雪公主款全白色啊，個 logo 喺翻度，留意翻啊個字 logo 喺翻度㗎，睇到啊嚇。OK， 好啦，呢個款式嘅話咧。亦都係啦，原價係差唔多成4000蚊㗎嚇，而家超特價，4隻色喎，留意翻4個顏色㗎嚇。佢有另外咧，仲有個係黑色，全黑啊，男女同款，全黑嘅，同埋佢仲有個藍色、深藍，仲有個深藍同埋全黑啊，大家留意翻啊嚇。之後就派背後。然後啊，呢個就 ER097 啊嚇，鵝絨羽絨原價要4000幾嘅，而家只需要2668蚊 ，XS 去到 XL，XS 去到 XL， 我同妹妹着 XS 都着到啊，大家嚇 ER097嘅，好鵝絨羽絨3房款，好，你要什麼？先說長羽絨吧，好，跟住下呢個。沒有長羽絨。
羽絨沒有啦，沒有了。好，跟住馬甲款啊，大家啊，馬甲款呢度，好啦，馬甲呢個咧係棉服馬甲嚟㗎。棉服馬甲嚟㗎，大家，但係性價比好高，568蚊啫。入邊做咗家用，呢度側邊啪啪扣入咗家用排骨款啦，繡上去個 logo， 馬甲嘅呢一個，咁薄身輕身嘅嚇，薄身輕身嘅，咁但係咧填充佢唔係紙咁薄㗎，未去到紙咁薄㗎，大家。好啦，呢一個嘅話咧就568蚊，568蚊女裝款係棉服馬甲 ，S 到 XL，S 到 XL，ER036，ER036，568蚊俾大家粒一粒上身睇下先 ，ER036嘅。568底玩款只有一隻色就大家個，只有卡其色。妹妹着住 L 碼上身 ，L 碼上身呢一個，係啦，你注意睇下嘛，呢個比較貼身啲嘅款式嚟㗎嚇。咁你睇翻成個款式，好似妹妹咁樣咧，襯翻個圓領啊，或者白色嘅樽領嘅話都好睇啊，簡單又好睇嘅款式。OK，ER036，568，好下個。跟住妹妹身上面件衞衣衞衣款嚟啦，喂，跟住。衞衣款呢個只有一隻色，簡單百搭長興衞衣款。好啦，等陣先，我拉高啲，等等即刻拉翻高佢先。呢個衞衣款我哋望望繡上去個 logo， 繡上去嘅白色撞翻嘅衞衣啦。咁成個衞衣嘅話咧，入邊係滑身面，入邊係珠地滑面珠地嘅，大家呢一個嚇。咁妹妹着住 L 碼上身，男女同款嘅，男女同款 L 碼上身簡單款㗎嚇呢一個。如果隻女仔咧着 L 碼咧，你可以包 pat pat 添啊。呢個咧就係 S 到 XL，S 到 XL 鬆身款嚟嘅。我着 S 碼都有鬆動㗎，大家留意翻啦嚇。ER042 特價款318蚊啫，318蚊 S 到 XL ER042嚇，318蚊。衞衣款式，好，跟住頂帽啦燈芯絨面帽，繡上去 Ada logo， 後面咧係做翻皮帶嘅，皮帶金屬扣，條帶可以攝翻落個窿度嘅，上面仲有個 Ada 嘅字喺翻度，軟頂款嚟㗎，大家睇翻啦嚇。仲有冇咩身頭上面嘅深灰色、炭灰色嚇，298蚊，ER034。ER034 298蚊兩隻色，好，包包。好，跟住我哋仲有新款袋，喂，買情人節禮物2月14嚇，即係新年前啦都係。呢個款軟身滑面尼龍好輕身，繡上去嘅呢個係皮張 Ada 字喺翻度嚇，條帶可以較長短，可以斜孭、直孭、斜孭都得，擺到 iPad 細電腦嚇。咁你可以睇下側面啦，翻工都得喎，其實個款式，側面厚度、底部，我哋呢個咧係開磁石扣，跟住咧兩個橡筋袋，兩個橡筋內袋，兩個橡筋內袋咧，我哋頂咧再開翻，背面先，背面再有一個拉鏈格，然後入邊正面呢個位拉開。入邊嘅話咧，一個黏貼格就擺 iPad 啦或者細電腦啦，呢邊網格嚇大家，成個款呢個咧係超級好用啊！558蚊新款一隻色，558蚊嚇，男女都得㗎啦。ER040，558蚊嚇，呢個情人節禮物。好，跟住呢一個啦嚇，我哋繼續女仔用嘅呢一個，上面咧皮牌啦，跟住成個都係滑面好舒服嘅，一個拉鏈格呢個位置，一個拉鏈格喺度嚇，側邊一個暗格，兩個暗格。手腕好舒服，軟綿綿嘅，背脊位咧就有個牌喺度嘅，拉鏈開，入邊有條幼帶可以拆走㗎，可以就咁手腕或者連長帶，跟住兩個網袋，一個拉鏈格㗎嚇。你呢個咧係淺卡其灰咁樣嘅，淺卡其灰手拎，你可以跟條長帶直孭斜孭都得嘅。除咗呢隻色之外啦，仲有妹妹嘅呢個黑色上身嚇，連埋條帶，你中意咧幼帶嘅，較到長短可以直孭斜孭都完全冇問題嘅，488蚊，ER035 488蚊嚇，有冇有？好啦，我呢件衫講多次，我呢件衫係 ER001，大家 ER001咗呢件衫嚇，1398，鴨絨羽絨嘅女裝 S 到 XL， 靚睇着緊 S 碼上身，有3隻色嘅，3隻色有黑色同埋卡其色㗎，超靚 ER001大家呢一個超好睇，拼毛毛款㗎呢一個，大家自己選購啦嚇，ER001我呢一個，咁呢度咧3門大家，咁Ada 咧直播咧今日完畢咗啦嚇，因為其他款咧冇貨，佢呢度仲有好多款不過全部都冇貨，冇辦法啦嚇。有貨嗰啲款式咧，同大家做晒直播啦。記得大家你可以睇翻直播重播啦，重溫翻，同埋記得留意翻個貨期方面嘅資料啦。出貨日期嘅要注意嘅佛系收貨事項，佛系訂貨事項啦嚇，好冇？你哋 OK 嘅話咧就下單記得啦嚇，唔係到時唔好怪靚太，唔該大家 ，thank you。喂，
我哋咧，你哋睇翻直播重播，繼續留言關鍵字 Ada 攞折扣碼，同埋繼續留言關鍵字下單係可以㗎嚇，重播下單都可以嘅。直接上我哋官網 STDmall.hk 咧去選購亦都得嘅，所有 size details 有齊晒㗎啦。咁今晚靚太咧本身做 market 嘅，不過原來我哋 book 錯咗日期啊！我 book 咗禮拜六啊，我自己搞錯咗。咁就所以今晚咧，我會轉做喺屋企做直播，但有超多正嘢，有 Hetra 嘅最新產品啦，有呢個日本禮盒啦，我喺日本買翻嚟日本禮盒直播啦，新年禮盒直播，再加埋有個預美都推介嘅食落去美白養顏嘅產品啦嚇。今晚咧大約係香港時間10點鐘或者10點半鐘見大家，仲有正嘢推介嘅，所以今晚靚太屋企直播見有嘢送，有遊戲玩，有禮物送，所以今晚我哋見面啦，多謝大家，我哋今晚見食埋飯見啦，大家我而家要趕住去明洞買貨啊！今晚見，大家繼續睇啦，同埋記得盡快下單啊！呢個唔係盡快下單啊！盡快下單 ，Emas 會開團啊，但係 Emas 咧等我離開咗韓國先開團。我今日去明洞揀款，等我離開韓國就幫大家開團啦，都係新年前收貨㗎，唔係1月就收貨 ，Emas 1月就收貨。好啦但係 ER001啦，自己揀啦，好唔好？多謝大家，拜拜！今晚見，今晚大約10點鐘或者10點半鐘見面啦，拜拜！啊，同埋聽日有 Discovery 喎，聽晚 Discovery 直播喎，喂，聽晚啊嚇，拜拜！